準備。好啦，一起步嘅時候咧，內檔咁快少少啊，北十字星就快啲咁啦。中間魔神星雲都快啦，好脆想騎上嚟咯。然之後宇宙雨林啦，中間一路騎住咧，旭日全球啊，唔夠快啊。反而外檔咧就真命新帝啦，同埋劍琴高就埋咗嚟，地球仲好似跌咗落嚟喎，吉馬走咗去啊。後啲嘅馬啦，中間黑衫係大怪旗嚟嘅，喺佢嘅外側咧仲有野田分位啦，暫時中游位置嘅啫。大滿嘅蒙面舞會就中游位置後少少啦，格倫島啦。喺最後嗰隻暫時就寬道路嚟嘅。好啦，一路掃翻向前邊咯。魔神星雲暫時哇，帶咗都幾遠啊！成4個馬位帶咗喺前邊先啊！守喺第2位好脆啦，騎咗輪之後都係第2嘅啫。第3位就旭日全球嚟嘅，喺佢後邊呢，暫時就北十字星啦，守住喺第4。跟住個馬啦，外檔真命新帝都埋咗嚟嘅，總算喺2碟啦，因為扯散咗馬群啦，守喺第5位左右。喺佢後邊呢，仲有宇宙雨林啦。咁大半個馬位之後呢，劍琴高仔外檔嘅第7位，大滿真命新帝喺第8位，跟住野田分位啦，內檔嘅大怪旗啦，喺佢哋後邊呢，全綠衫就格倫島嚟噶啦，已經係比較後啲嘅位置。再喺佢後邊呢，就野田猛禽進天宮啦，攞咗出去外碟啲位置啦。再跟住個馬啦，先見到呢，仲有呢，就優學湖啊，跨國世偉，暫時殿後仲係佢啊，寬道路嚟嘅。嗰啦跑咗一半路程嘅時候啦，睇嚟前面啲魔神星雲真係放得唔慢嘅，大成6個馬位咁遠嘅，好脆守喺第2啊，守喺第3呢，就旭日全球啦。咁啊外檔上嗰啲呢，暫時呢，就北十字星啦，都喺個第4位嚟嘅。內側仲有呢，宇宙雨林嘅，喺佢哋後邊啊真命新帝啦，內檔上啲啊大怪旗，咁啊中間呢，一路騎住呢，先見到呢，仲有呢，就啲仲有呢，就優學湖嗰啲馬，暫時都係比較後啲嘅位置啦。一路轉緊彎嘅時候啦，咁前面魔神星雲呢，帶到嚟呢度呢個優勢縮短咗啦，好脆跟翻近啲咯嚇，咁旭日全球亦都係內檔呢，就宇宙雨林啦，北十字星出定去外檔噶啦，跟住佢上緊嚟嘅馬呢，仲有呢，就劍琴高奏啦，同埋真命新帝啦，大外檔啊格倫島啦，喺佢出邊仲有蒙面舞會嘅，入到去就直路嘅時候啦，前邊呢，仲係魔神星雲就帶緊頭嘅，外檔啲馬冚上嚟啦，率先發難北十字星嚇，跟住上緊嚟嘅馬中間呢，仲有劍琴高奏啦，然之後格倫島你喂勢唔錯喎，你已經壓住咗隻蒙面舞會啦喎，最後100零米嘅時候，前面格倫島啊上到嚟拍住蒙面舞會啊，中間啊北十字星嘅呢幾匹馬拍住鬥嘅時候呢，格倫島呢就鬥蒙面舞會，格倫島會唔會睇外隊贏翻一次呢？但係蒙面舞會話唔得喎，兩隻馬鬥到過終點啊，1、2名好近啊，睇嚟格倫島呢可能係握住蒙面舞會贏咗嘅，格倫島咁啊成為近年呢第一匹係遠征嘅馬呢嚟到呢個場地呢可以贏翻次啦。